去氣機呢個位置插火牛做充電。當有充電嘅 signal 呢，我哋會見到有 charging 同埋佢個 percentage。正常機器使用嘅時候，按壓開關會聽到開機嘅動作啦。開機由最低嘅0.25，我哋用加號0.5、0.75、1度咁去調整呢個分量。咁當機器有1度嘅時候，如果機器100%，大概可以有8個鐘頭嘅電量。當我哋分離咗呢個充電器，會顯示咗電池嘅時間。機器每當有用者吸氣嘅時候，見到有閃燈綠色嘅，代表用家喺度吸緊氣。機器好快呢就進入呢個慳電模式，所以顯示屏係唔會再有光暗嘅。如果佢有其他嘅提示警號，機器呢就要重新着啦。呢個顯示代表15秒內再冇任何嘅用家充氣，佢會出現一個後備模式。你會聽到呢個位置呢會有噴氣嘅，即係代表喉管嘅末端不停打緊氣俾用家啦。當用家有正常吸氣做返，佢會維持返一個正常嘅水平。而機器會由電池嘅百分比喺5分鐘之後進入一個計時嘅模式，時間會由 percentage 轉入幾多個鐘頭、幾多分鐘。好，咁機器當運作咗5分鐘之後呢，我哋嘅設定冇變過啦，佢就會有一個電池維持嘅時間。譬如而家係顯示4個鐘頭整數，咁呢架機器呢繼續可以維持4個鐘頭嘅時間嘅。好啦，當我哋有任何嘅使用啦，咁我哋正常撳掣。閂機咁就可以啦。咁機器日常嘅清潔呢，喺呢個位置會有一個隔塵網，我哋可以拆開嘅。咁啊可以攞普通嘅掃啦，咁啊將佢上面嘅塵呢處理好，咁啊將呢個蓋呢重新按壓就可以。另外啦，我哋機器係可以上下分離嘅。呢個機器嘅電池啦，我哋將呢個掣向下壓咗佢啦。左下亦係可以推開，機器呢係可以完整上下分離嘅。咁而電池呢都有一個特別嘅設計嘅，喺呢個位置有一個電池嘅按鈕，我哋壓落去，佢會顯示咗電池大概有嘅電池量嘅。咁當電池如果真係太耐冇使用，講緊大概1個星期至2個星期左右呢，電池會進入保護嘅時間，咁必須要呢再次充電，要有充電嘅動作，電池呢先會恢復正常嘅。如果唔係，我哋做任何嘅按啦、裝好啦，電池都唔會再運作嘅。